大总统拜访苏瓦蒂尼的行程重点，就是因为中国利用经济威胁非洲国家，才会临时取消飞航许可。美国甲伊朗准备要谈判，不过川普却雄雄宣布要无限期延长停火，而且会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NASA 头一位有台湾血统的太空人林基黎受邀请来台湾访问，分享伊乘坐太空人的艰辛苦境。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的赖总统原本今仔日要出发去拜访等伫咧非洲的友邦苏瓦蒂尼，不过煞伫咧要上飞行机的前14点钟，雄雄宣布动点，就是因为要飞去苏瓦蒂尼，一定要经过3个国家，拢临时来取消咱的飞航许可。赖总统的专机无法度通过，迫不得已就只好暂缓出访的行程。而即届伫咧背后伸脚出手的，就是中国。中国利用经济来威胁这个国家，确实讲家己伫咧非洲有大量的投资，就放条讲要撤销债务协免，停止融资，佮进一步的经济制裁，透过这个手段逼非洲国家来打压台湾。针对这款的行为，除了咱的外交部表达抗议甲谴责以外，一寡友邦国家嘛跳出来声援批评中国。总统大清伫原定拜访非洲友邦苏瓦蒂尼的行程，伫上机进行14点钟临时宣布暂缓，因为直飞的航线要经过塞西尼、马达加斯加、甲毛里西斯的飞行情报区。不过，这3国伫符合许可了后，佫临时撤回。经技术分析讲，这状况真罕见，若直接飞过去，可能会当作特区爱用强制飞转来，造成油无搞定安全问题。如果说他不许可你进来的话，就是非法闯入者。他就有这个权利用飞弹、用机关炮，把你飞机给击落。其实，前总统蔡英文3年前，嘛是爬同一条路线拜访苏国，根据国安情资掌握，中国即届对非洲3国实施撤销债务豁免、停止融资、甲进一步制裁等经济威胁手段。前驻苏瓦蒂尼大使赵玲讲，中国长期伫非洲布局，用心计较，打压台湾的方式嘛真多元，力量更加大。全非洲50几个国家跟中国想要开个全家福，所以这种压力一直存在的，证明说呢，中共现在利用它在国际间的这种影响力，跟它的这个雄厚的资源，它以后还会推陈出新的。我相信中共要挟的对象不限于这3国，一定有别的国家，可有的国家扛得住，有的国家扛不住。给了不少非邦交国的非洲学生或学者在台湾就是做研究也好、交换也好或读书，所以有在经营，但是要跟对岸来比，那当然是比较难。回想咱甲非洲各国的外交关系，1972年退出联合国的时阵，阁有大约22个非洲邦交国。到1979年，敢若剩5国到7国。1990年代，两岸展开竞争，台湾保有9个到10个友邦。不过，1998年南非断交了，其他几若国嘛陆续断交。过程中，敢若苏瓦蒂尼唔捌转让，和58年的邦谊延续到今。学者嘛提醒讲，未来若赖总统规划要拜访拉美，也是其他地区的友邦，嘛应该参考即摆的案例，防止类似的状况再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威胁非洲国家，致使即届赖总统访问的行程变卦。除了国际出声甲咱相挺，立法院外委会今仔日也通过临时提案，谴责中国这款傲慢的行为。伫总统赖清德本来要出访非洲友邦施瓦蒂尼的前一天，总统府赶紧喊停，讲中国这几天用经济协助印度洋顶的3个岛国临时取消赖总统专机的飞行批准。塞西尔加马达加斯加甚至以无承认台湾主权，加遵守一中原则对外解释。外交部讲背后主谋就是中国。对于中国将飞航情报区政治化、武器化，外交部要予以最严厉的谴责。同时，对于塞西尔以及马达加斯加护从中国扭曲言论、挑战国际一般惯例与飞航安全提出严正抗议。刘委会也强调，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维护邦谊是咱国正当权利。中共最近才公布所谓的10项对台政策，这么更加看出善意是假的，威胁是真的。立法院外交加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立委临时提案，针对中国打压表达抗议，上面调查以无异议通过谴责案。民进党专设兼党主席的赖总统已经敲电话和苏国国防。我已经在第一时间亲自致电国王，祝贺生日快乐。也致歉，
无法亲自参加庆祝活动，给予祝福。我和史瓦蒂尼王国的恩史瓦蒂三世皆感到遗憾，也重申两国邦谊不会受到影响，在外力压迫之下，只会更加团结合作。国际之间，咱的友邦巴拉圭外交部加圣克里多福的尼维斯岛行政首长也拢发文声援台湾，批评中国的威胁。欧平也表示，背过领空权是国际民航的基础，无应该当作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团公开批评中国国在霸定美国亲近盟友台湾。几天前访问台湾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邝思恒伫社群平台讲，中国孤立台湾的步数清楚提醒各界，极权政府唔那是限制内部的自由，也个管到外国去。伫中国控制国际秩序，反对者的行动、言论加各项基本自由，拢会被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日公布，甲美国签署6项军购案的法计书，总金额超过2000亿。不过，咱的国防特别条例说到大拢也无共识。美国印太司令就讲啊，台湾敢会通过国防预算，是展现自我防卫决心的关键。伫去年汉光演习，也个今年新正期间加强战备操演，拢有出的哈马斯多管火箭，是国军的新战力，有跨区前弯、弯头打击的能力，会使反制解放军的威胁。若国防部要总去较侪哈马斯，李公布一口气甲美方签署6项军购案的法计书，包括哈马斯经购案、M109A7 自走炮、飞弹战备军量补充、反装甲飞弹。大粒的弹药共同生产，也阁有整合防空服务，总金额达到2087亿7000万。为什么蓝白要持续的阻挡这样预算，甚至于东扣西扣这些经费了哈？不管是喊价3500亿，喊价8000亿，为什么不能够全盘的接受我们国防部所提出的方案？那我会认为说，这些在协商的时候一定会纳入讨论，那应该会有良性的结果。这个对美国的军购案预算大多数拢是来自1.25条国防特别预算，因为目前立法院也无通过特别条例，恐惊影响国军战力的提升。美国议员智库最近小耍访问台湾，拢表达高度的关切。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出席听证会，就讲台湾的国防特别预算的进度，就是咧展现咱自我防卫决心。We can't want Taiwan's defense more than they want it itself. And it's not a chicken and the egg, because you're not going to get chicken or eggs if you starve the chicken.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m to fund their own defense. 除了国军伫台海前线作战，海巡嘛爱守护咱的海岸，伫战时会纳入作战的行列。若对此，海军上新的报告讲，海巡署会配合海军各项的联合作战的演练计划。海巡的安兵击拦，去年发射2粒星2飞弹，展现制海能力。防范灰带行动的洗脑以及影响国安跟海域秩序，并且配合国军各年度的各项战训。张忠良讲，海巡平常时除了监控中国的公务船、民兵船，也有甲美国、日本、菲律宾合作，举办海上的演练，互相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原底准备要谈判，不过川普却向宣布要无限期延长停火，而且佫讲会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伊朗就批评美国封锁港口是战争的行为，已经违反停火协议。中东情势车破冰，就伫咧停火协议到期，巴基斯坦美第2摆谈判进程。美国总统 Trump 向发文，因为德黑兰领导高战是未合，所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有总理夏利夫的请求，美方决定延长停火，对伊朗的攻击先暂停，一直到伊朗的领导人也有代表提出意见统一的方案为止。This now being the 5th time that Donald Trump has extended his self-imposed deadline. 也拿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利夫发文感谢，不过 Trump 也表示，美国对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继续进行。也那美军伫咧各方面嘛会继续提兵，保持作战能力。另外，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奇嘛伫咧社群平台 X 发文讲，封锁伊朗的港口是战争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伊朗知影要安怎抵抗霸凌，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嘛呛声讲，延长停火无任何意义，而且佫讲美国是战败的，袂当主导谈判的条件。
行。Well, the Iranians have said that one of their chief concerns and chief requests is that this blockade that the U.S. military and Navy has on Iranian ships and vessels coming to and from Iranian ports, that is lifted before any talks resume. 也那原本定伫咧台北时间23透早，伫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 ABE 第2摆谈判，美国副总统范斯可能嘛已经取消行程。伊朗半官方的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嘛报道。 德黑兰已经通知巴基斯坦等西代表未派代表团前往伊斯兰马巴德，美方已经提出停火明确的态度。外界即马嘛真关心，伊朗到底是谁有权力签署协议？相时，美国对伊朗的经济落火嘛愈烧愈大。美国财政部拜日佮宣布对伊朗新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土耳其，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 有14个实体，还有个人起用指控讲协助伊朗摕到武器零件。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中东的战争造成海上的货运乱糟糟，荷包驻海劫封锁地输通过巴拿马运河船是一日就变真济，阁有人开大钱要插队大胜过，甚至受诈骗集团假作是伊朗的政府，要求船公司就要付加币货币，才会当安全通过。 荷姆斯海峡的航运无法渡过，波斯湾国家的石油、天然气、肥料加化学品运输拢冻掉去，世界各国着急要找代替供应来源。代替货源怎么转行巴拿马运河，加相关货物运去亚洲加其他市场，这也造成巴拿马运河大塌船。若是无预定时间，要通过巴拿马运河就要等5天。全长82公里的巴拿马运河排队的情形已经是2023年到2024年可看以来上严重的程度。官方资料显示，一台载液化天然气的船，若是无先预约时间要过，用竞标系统就要付4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1.26亿的插队费用，比去年10月到今年2月竞标行情13万美金，差不多代表410万的平均价效加正多。 We are a long way off returning to sort of normal trade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I think what's been particularly damaging was that we had a kind of a yes, you're okay to go, and then it all kind of ground to a halt very quickly, which means next time we get this, people are probably going to wait a bit longer.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讲，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符合插队通行计效，反映的是暂时短期的市场变化，并不是官方所设定的汇率。拍卖计效是由几多项原因来决定，包括人客紧急程度加商业优先性，一个全世界供需状况，并且考虑运费加燃料成本这款原因。 另外，即马有几多百台船加差不多2万位船员调伫咧荷姆斯海峡。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 Marisk 20甲船东讲，有身份不明的人，假讲是代表伊朗政府发消息予船运公司，讲用比特币或者是泰拉币加币货币付费，就当过关安全通过荷姆斯海峡。Marisk 警告讲，即挂拢是诈骗，并不是伊朗政府所发的。公司新闻深度配编辑。 另外一方面，全球能源的供应犹原是真硬到，欧洲国家已经落手要推动转型，希望减少用石化燃料。不过，也是有真侪国家抢要买原油，也这嘛，互美国原油的出口量阁创新纪录。 中东战火进展是充满无确定性，荷姆斯海峡全面的通航，唔知影到底是啥物时阵，引发全球对欠能源的忧心。欧洲各国嘛唔敢大意，欧盟要求各成员国维持上低储备量，嘛宣布成立新的燃料观测站，来追踪运输燃料的供应和库存的水准。预北半球热天旅游的大月都要来啊！欧盟27国差不多75%的航空燃油是对中东来的，欠航空燃油的疑虑，和航空业是真不安。因为安尼，欧盟嘛考虑要对美国来进口更较侪航空燃油。 Estimation is that we are looking into a summer that's definitely a summer that's going to be difficult, even in the best case scenario. We might experience security of supply problems on jet fuel, maybe later even also on diesel. 全球是真欠能源，愈来愈侪国家是转去甲美国买油。根据船资讯网站 Marine Traffic 显示讲，4月中对亚洲驶去美国南部的海湾沿岸的超大油轮到70只这么多，关出平均的2.6倍。美国能源资讯署15表示讲，到4月70日一礼拜内，美国的原油出口量到每天512万5千桶，是7个月以来的新高点。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最近是完成射月球的任务，其中有一位太空人林基利，伊是伫台湾出世的。这回伊受邀请来台湾接受台湾 Plus 的专访，和大家交流伊正做太空人的过程。林基利伊有医学的专业，在2007年以航空医官的身份加入 NASA。伊除了负责照顾太空人的健康以外，伊嘛捌伫太空种花仔菜。也这种实验嘛显示讲，人类是会当伫月球或者是火星有粮食供应的。另外，伊阁捌伫咧太空站演奏风笛，这是历史上的头一届。也这代表讲，咱人类的文化是会当延伸到太空。这届参与阿提米斯计划，林基利是负责培训太空人的导师，也这显示讲伊是真关键的人物。也以嘛分享伊伫咧执行太空任务的时，对太空的角度来翕台湾地貌的相片，佮透过伊的社群平台来展示，讲这是我出世的所在，互真侪网友是真感动，嘛互全世界看到台湾。大家好。我是太空人林奇尔。特别用中文甲规场的学生问好 ，NASA 第一位台湾的太空人林基利甲伊牵手访问台湾5天，日伫中央大学发表演讲，讲家己自细汉的梦想就是做太空人，不过也无顺风顺雨，因为伊伫美国空军接受飞行训练的时阵，被诊断有虾骨、被迫退役，要伊转去医学领域，重新体检了，发现当初是误诊，后来用航空医官身份进入 NASA， 2009年被选做第20届太空人。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today, telling you about my journey to the space, if I hadn't been kicked out of the Air Force. So recognizing that even our hardest days are not necessarily as bad as we think they are. Recognizing that those hard days are actually challenges to overcome. And along that journey, along that climb, you're developing skills and equipping yourself for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林基利8年便执行长期太空站任务，总共伫太空停留的时间有311天，执行超过300项科学实验，包括种菜、制作光纤电缆，也有免疫细胞研究，也捌参加 SpaceX 载人4号任务做指挥官。这嘛是真心太空中心飞行作业局副局长，也伫 NASA 最近完成的阿提米斯2号射地球任务担任重要的角色。伫接受公共集团台湾 Plus 专访时阵，伊讲对老母的故乡台湾有正特别的感情。During my space flights, looking down at the Earth, I always looked for Taiwan. Just this beautiful, beautiful jewel in the Pacific, and so grateful now to be back on the ground. 林基利离去总统府会见副总统萧美琴，表达未来伫 NASA 定的计划，会让甲台湾的科技、科学甲医学领域合作。萧美琴强调，台湾伫太空领域未缺失，会继续努力成做全世界太空发展的重要伙伴。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几南国家合作制作的纪录片《重返月球：太空新世纪》，4月23日就要伫公司放送，结合中央大学的研究成果，透过太空人的角度来带观众朋友了解上月球的过程，还有挑战。点燃火箭助推器，阿提米斯号升空。在50年后重返月球，太空人准备好势，火箭喷火升空，重返月球太空新世纪纪录片，以美国 NASA 阿提米斯计划做主轴，用虚构介绍太空人阿曼达第一任成功故事，讲人类重返月球，探索月球南极最资源的任务。现在是人类透过国际合作集结动能的时刻。前往月球，展开第2波的探索行动，不只是像几十年前那样插个旗子，而是以科学家的角色，永续的探索月球。纪录片用虚构的定义女性太空人阿曼达目睭看到的，带观众体验自火箭升空到登陆月球南极的震撼过程。这是女性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大跃进。节目内面有探索月球表面时阵拄到的极端环境的多种挑战，像太空衫的限制、热能的危害、地形密集，还有太阳辐射风波一挂，结合真实的科学研究，强化内容的可信度。我站在月球上，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不友善，以及任务有多艰难。
在这片冰封荒漠寻找水的踪迹。纪录片内面，太阳闪焰也个辐射风险的情形，呼应中央大学研发的深空辐射探测仪，用粒子加速测试，提升设备抗辐射的能力，会当让未来的电价加深空任务更加安全。太阳闪焰指的是一部分的太阳，通常是在黑子附近，突然间发生电磁辐射激增的现象，产生辐射能。这会严重损害电子设备，造成异常，对生物也会造成伤害。这部纪录片除了呈现太空科技的进展，也用地球升起来画面引导观众思考地球环境加永续的问题，连接太空探索加人类未来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即马 AI 当行，美国拍拼咧建立资料中心，不过却出现真侪反对的声音，亲像加州就有民众暗算要透过公投来全面禁止。加州蒙特利公园区以早因为有真侪大桥，互人叫做小台北。伫一场严审城市法规组织资料中心的公听会，民众排队表达意见。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还有，there's also a lot of noise, and there's also infra noise, which is noise you can't hear, and they propagate through buildings and cause people to get stressed and not sleep. The data center that was going to be built in Monterey Park consumed twice the amount of energy as the entire city. 现场有真侪人表示反对资料中心，不过嘛有几名工会代表表示无同的立场。It's fundamentally unfair to prohibit an entire industry before even considering its merits. We believe the city can address community concerns without shutting the doors on working families. We urge you not to enact a citywide prohibition on data centers, but instead to engage in the fair process of developing responsible regulations and strong local hire requirements. 市议会进前有决议要伫6月办公投，包括未来敢要全面禁止设立资料中心。若准通过，就是全美国头一个全面禁止资料中心的地方城市。原本有公司准备伫城市的工业园区设立大型的资料中心，讲每一年会当为城市新增加超过美金500万的税金，搁起公园造福地方，不过民众无要接受。在地方强烈反弹之下，投资方已经正式发函撤回这项大型资料中心的新建案。不过，这一股反对声浪已经向外扩散。现任的市长杨安立，伊的爸母拢是按台湾来的，伊提起这件代志对区域的影响。I know that Monterey Park decisions are definitely having an impact throughout the greater Los Angeles, at the county level, at other cities like the City of Industry. A lot of our residents and also local community members are already citing to the Monterey Park decision when making their public comment. 另外，别个州。有的是拄则用公投要来限制资料中心的设立，有的是伫要办公投来阻挡资料中心。那联邦参议员桑德斯甲众议员奥加州寇蒂兹最近嘛提出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暂停法案，希望伫联邦建立保护机制进程，先暂停美国资料中心的建设。公司国际记者张汉宋晓云，美国蒙特利公园区报道。现代人嘅网络，荷兰就有少年人推出数位排毒，鼓励大家暂时离开网络嘅世界，增加甲别人嘅交流互动。而这项活动嘛得到真好嘅反应，即卖已经扩大举办到全球20个城市咯。来参加活动嘅人，因主动把手机啊交出来，搁来陪伴因的是更琴嘅音乐。这毋是虾米较长的聚会，这是阿姆斯特丹Z世代的青年发起的数位排毒会。参与者会当利用桌顶的纸笔写物件、画图，还是剪贴。写的主题包含写一段话，予80岁生日的家己。We create our events and gatherings with different themes. One of them is connecting with yourself through creative activities, or reading, or writing, or puzzling. So really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 slow down and reflect, go inwards. 这项活动是对礼拜四的读册会开始，3位创办人2024年伫阿姆斯特丹设头一间离线的咖啡厅，后来聚会扩大到会当互更较侪人来的教堂这个所在，吸引真侪无想要调伫数位世界的人来秀串一个。I think it's nice to like touch that pen and paper, like that physical element.
it just grounds you, I think. And for sure, like looking back, I mean, as a child, I would always be drawing and things like that. What I just really love is that you can kind of unwind, but also with other people. So when you're at home, it's just by yourself, and you're like, okay, I cannot use my phone right now, or I should just chill. And then it's a bit harder than when you actually, go someplace like here, and then you're surrounded with all these people who are kind of in the same vibe, and then it's just a special feeling. 亲像这款的所谓拜读会，已经拓到全球超过20个城市，大部分是集中伫欧洲、亚洲的巴厘岛、加托尼基的伊斯坦堡，也有据点，吸引愈来愈侪人加入。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